南投县水利国小的女卡球队小连续摕到4座女子卡球赛的冠军，将要刷到马来西亚继续训练，他参加国际比赛。 有真侪特别生、各中一年的学生来到学校接受训练，因为大家才当得到全国体育输杯女子卡球比赛冠军，所以爱各加加油表示。男生可以互相学习女生的踢球的方法，那我觉得我们男生一定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。水利国小卡球队得到体育署和南投县政府申请新南向沙地训练计划，这礼拜会去马来西亚和当地的青少年培训队同齐训练，和水利偏向的囡仔会当见识到国际卡球的发展。可以看看不同的竞技、不同的比赛，增进不同的，就是挑战自己，让自己越来越好。水利国小伫咧培训出全国的女子冠军队伍了后，男子卡球队嘛进步真多，校长和教练拢有够欢喜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